弟弟的家，哎，辛苦出了，哦，有事的，有事的，有事的。哎呀，不接啊！没开了，没开了姐，离你开了哦。哎呀，少主呀，不接，除了翻面噻，万滚，这外了，对，去门看，没了。少主呀，你去来，到，哪去的？我来问侬，除了你下万滚，是啥人发罪的？讲。是哎呀，少总呀，侬个人心那个有假气个啦！哎呦，啊，那一个老总管出来买侬比你一力这个一刀，他快了好的。哎，没办法，快，最后听到，听到。哎呀，少总呀，能这万关你，嘿嘿。哎呦，一刚刚要我出来，我到太快的被杀他的。哎，少总呀，啊，以我嘿，阿拉店铺里向一个人有没有个？哦哟，搿是我搞不清爽。那，搿里向万一名差不，侬去看嘞。有没有？哎，我们这里新一个人，一个2个啊！少总呀，你惹我3千了。阿拉南京同小家姓苏，姓杨，跟王边个恶臭的人，一想，咦，哎，干得好个少总呀？以我就一下姓一个。那么刚刚这绍兴人要么60块不开，哎，刚刚不开。自采银毛，生子无味，生有血。金木水火土，皆一并定火。东方各一目。文金土老树，南方丙丁虎，长长龙堂鼓，西方刚生金，哪里有你听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？哎呦，苍蝇毛笔都没一个了，这奇怪死的。跟我媳妇不要生的是北方人，哎，不落去，北方人归山，常常在楼台，有土无土，上面出田夫，说起上脚过去。少主呀，啊，那个老官家我上脚过去来楼高头，一定来了南京同小家的同楼，干嘛那水塘楼？哎呦，是呀哎，我当然去得是来去过。这个公啊，个表面乱上，还有七星宝剑。我看见个老七，哎呦，这金光要扬。哎呀，少君呀，只要来不及的，搿办法你就让人去收个。现在我有老七，我绍兴你不能只看老八。侬有老八，哎，侬有老八，搿样个人同台去好听。同台去，来，几包打入，来，哎。有他也想去当听，大人的家把宽心，官家家眷就门云，来人。
是随着党人来的。我的小梦，他们想必是不会咋的，因为自己还是叫最大人让我的小梦再吃多一多。娘嘛啊，你出来也行。快来，带我帮忙啊！不快不必。走，可要小心点啊！不要慌，要是你这副样子啊，你听你讲，那么吕布推下门风哦，谁我到有你逃了来噻？那年轻基佬不打，好，有数的，基佬，去了，哎呦，呀，到了到底，让我激动子用班，慢慢叫，侬个用班好几个？接不来个，在我堂楼里来哈。侬我的刀伊拉楼上向扛起来的哟，跟侬我得来我那个激动用饭那个被打腰的，接不来个，他个跑上去，呀，侬有老爸，侬前头，我前头，侬前头，好，少主呀，星空得得为破下山，走，呀，我倒是两只石羊狗，原来是那两个人啊！那这个比你讨得起的呢？喂，那规矩懂不懂啊？上来了还要激动用杯的。俺懂知的。好了，自个人，当不好个，请上来嘞。走。表妹，你那个规矩不懂个啦？哎呦，呀，老不可得老起来懂了。我当时在你来表兄嘞。表妹，只来到堂里，不妨开手。大家走，走。结果小姐，是一罢了。那都开始可是啥？人看人不是本高看啊，表妹都说得噶啦。干嘛侬上到堂来嘞？都会开了小家里个。是啊。当然还有事体嘞。表兄上得堂里，已是亲家，无事还请表兄早日离开。哎呦，表妹啊，今朝子来了有事体来个。是呀，但是侬为我的，是呀，我怕侬代表，侬跟我去讲去。客气啊。侬我。南京大小姐，阿拉信仰东西来个。凭啥东西啊？那阿拉电少中哦，老爷京都里向买来一只松子倒出来俺来寻来个。是来引松子来个。松子命给他花园里向去引，那他引请不引到了堂来了。阿拉花园里向寻过的没过，所以寻找到堂楼。哎呦，地少兄平常的辰光蛮大方，现在那刚小气，一只松子没来么好买这个个呀。阿拉这南京大小姐来讲闲话，侬说手头轻，搿侬是手头轻啦？我也少就要个代表。我是俺小姐的代表。是的。一下大姐啊，侬是小姐旁边的捕头，我是阿拉少中央旁边那个也是鼻头。鼻头对捕头，大家不要洗骨头噻。你们不要啰里啰嗦，到底做啥来个？讲清爽。请松子来个。松子头颈上向有一根2斤13两一光的金项链，还有一块金牌。看，是呀，侬讲为什么松子来个？松子黄金里向还有2斤13两重的金项链。那么我问侬，搿只松子多少重啦？3斤多。我一斤重的松子，侬拖得动2斤13两重的金项链啊？拖得动噶？哦哟，呀，别搞侬为我。明得出来我。哦哟，搞呀，我出家的，上网问高的，那是说个松子来个，这2斤13双周文金的外观来个。是外观来个？
哎，李少爷，多少？犯规是男个还是女个？男个。哎呀，搿是死了这个。多少啦？那犯规是男个，那小姐是女个，那小姐我还没搞过人呢。那我儿子叫那小姐咋个做人啦？我要不要这个别人没人要，我要。哎，我不能讲。算了啊！犯规打了，搿点没搞，侬不要收嘞。一定要收，一定要收啊！一定要收。搿好讲，要收也没办法，只不过跟我凑高前头。咋啦？收得着哪个，收不着哪个。高条件啊！哎，收得出。我杨哥连同外公3个人拉到听道，3道分为6段。哎呦，收得出嘛？表妹啊，是个人哦，马马虎虎收了。搿你只好侬做在啊？哦，收得出嘛？阿拉3个人分为6段。哦，收不出嘛？4个人马马虎虎。哎，那是没介别当个呢。侬要做啥啦？我没做啥，那个老吃个不鸟人家。哎呦呀，老不客了，老不客了。少秋呀，哦，来当子一定要收个，收。侬我的。来东西。哎呀，我个毛贴贴个家啊！哎呦，个收。哎呀，来，收。谁到民高吃侬啊？哎，来东西。啊，是的，阿拉小姐个这毛东西啊，有吧，小姐这毛香啦，快，收。哦哟，搿是啥啦？哎，搿里向收东西啦，搿里向。啊，搿有么是我小梦呀？小梦啊，阿拉收。哎呦，李少爷，搿小梦是个谁头啦？我里头是屋里出个，我有多少年薪啦？年薪10万，噶要收的。收，别跳。侬一定要收呀？要收个。我讲我没，侬偏高鱼啊？哎，有个。搿么好过，侬高鱼，我讲没。讲么清爽点，侬预算之前，我还有2句闲话要讲嘞。侬讲，搿侬反正讲我闯，搿么好过，我闯不侬听。不打理个啦。闯么是我闯，哎呀，抗么是我抗，闯么闯小王，哎呀，困么困面上，孩子特一上个面面给2上，6呀5咋是会响叮咚，哎呀响叮咚。是呀，一个帽子来了讲，我看里向的肯定是没够，阿拉不要收掉。我有个，那要是我有个闲话，搿门会开的噶，侬搿门也开来的呢，搿会开噶。侬说呀？搿一定要收个，收啊，一定要收个。哦，搿侬开始进去，我收，侬要收呀？哎，我收，这好过，我等等，我老吃东西来不。叫他走来，我把这工资放出来啊！这大哥快来，走了，他们走了。哎呦，想死我了啊！幸亏有个老七帮阿拉个忙。哎呀，你想到对啊，我想你再当对去吧。他们有了第一次，必定有第2次，我再去打听啊。有了他对，小弟，我们进来等等。哎呦，打哇的，那是跟我跟讲，有人跑了，那么叫俺滚，夹了，靠好，对，下去哦。哎呦，是呀哎，我在讲我们老七交关个礼耶，那个我操的还要礼耶，阿拉杨家头人起手啊，我可是收不出个债，550个债，少舅呀哎，啊，那个我操头把拉理来没？跟我想，阿拉少奶奶本领高强，叫少奶奶起手，叫我个老婆起手去啊！哎，伊本领高，好的，哎呀不好过，啥啦？一个人嘛，相貌来得个难看，我看见也是到胃口个啦，一个楼高头我就飙起个啦。老舅呀，哎，胡说迷毛真要脸
不记得快去那个龙瓶子上，靠了烧那个唐楼里最可靠的，快去快去！没办法，咱们龙瓶子早靠到伊个里向保险呢，叫伊们收唐楼去，咱们侬屋里向滚了，让我来搞得起的。好，我搞呀他。哎呀！有你身下心高强，有国喜事貌无比，穷公举在养贵妃。小人西主奉女庭到中出杀，马上飞起身杨旭英。杨妃夫生在不得山上为道，奴家终身有对娘之子，将我终身许偏田。结告姊姊名叫田永清，永清他与我把道成亲，同房之夜见我容貌翠绿。下楼而去，从未为最高楼。想我独守空房，我与他乃是挂门夫妻。其实我身处在房内，想起终身大事，真不叫人上挂人呀。让我激动子用呗，是谁呀？哎呦，少中爷，请，娘子，请上来，请。兄爷，请来见礼。请坐。坐。少兄爷，请。坐。少兄爷。娘子，今日上楼，莫非你？是。我以你是夫妻同院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少兄爷。乃得你生命大义，不按我容貌丑陋。来，回去正在登记于你。慢来，喏！哎呀，娘子啊，喏，
是一只龙品质着黄金银，这个蛋啊，你需要好好帮我保管。必知此物从何而来？又是周文静的外公身上夺来个。哎呀，娘子，这个东西嘛，靠在侬这里想，我还有一桩事，还有什么事情？哎，想不到这个外公被我拿下而已逃出去在，赵师爷6人可不来，伊肯定来了俺表妹的乱上。我的师爷去守过在，手艺不差，心想娘子本领高强，叫侬去守堂楼。少君爷，区区小事，节节容易。哎呀，那么有劳娘子，快走吧。咦，守人们随后慢慢再去守，我与你夫妻两人们今日就相会相会。哎呀，娘子啊，夫妻嘛，事情还常着呢。要是被外公逃出去，你我性命都保不了。哎呀，求求娘子，快走吧！我在这里等你。既然如此，回去取就来。多谢娘子。还是走。你做什么？我来送你呀。不用你送。娘子，关门可不要上锁啊！哦，你这个冤家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偏要上锁。先生，你来等我。你走好，你走好。他已经走远了，让我们是逃吧。门都锁上了，没有办法，还是在这里坐等。对我激动云帆，想必是他来了，不要心慌，不要心慌。哎呀，你不要对呀！来了，少夫人，你要上来了呀？进去通报啊！小姐，快来，少夫人来了，来了。是表嫂，表姑娘，表嫂，请上，请。表嫂，
走，大小走。结果少夫人啊，是嘞，起手。你姑娘，莫非你身体不爽？哦，没鱼啊！我小姐昨日会好好的，今天刚得的病是疾病。啊，不要紧吗？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无妨，方才一阵灵风吹生，故而放生做的。啊，你只表少上里。好是啊！我姑娘直言所讲，我听你兄长说道，说什么有一个外国外在我们家中，正在你表姑娘堂里，我前来搜查御查。哎，少夫人啊，刚才少爷与同四爷都来查过了，没有呀！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。他们洋人说了不算数。怎么你要收？我要收，一定要收，一定要收。那好，既然少夫人要收堂楼，四爷想多带一句。你说什么？怎样收不出？怎样收得出外官，将外官拿到厅堂，一道分为两路。实是收不出，自己人就算了。收不出，我们拿你们没有办法，这老钱是不饶人的。二要吃局，靠着此地收不出外官，对我还是放了一条生路。姑娘，为少得罪了就此收了，外官在哪里？外官在哪里？你想过了问你啊？这是什么？画像？画像那边也要收啊！少夫人，画像是收不得的。为何故？啊，里面啊藏着宝物呢。哪几件宝物？五件宝物，第一件那是上风宝剑，哦，大木金币、面丝金巴、龙凤之袄、华玉，还有什么？小王帽子。不管五件，就是不的也要收。好，既然少夫人一定要收，那你得要先点姊妹相照，先收后点，先点后水，先收后点，让我再看了。哎呦，真的，可是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姐啊，真是好险哦！他走了，你不要怕了啊！哎呀，把最大声放出来。最大声，快出来！哎呀，哎，最大声，他最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还好是还好。小姐，我可是你不能等下去了，还是最大声载我快逃吧。是呀，要是再这样久留下去，有恐怕连累小姐大气。我还是趁早就走，大姐你还是带我走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去不得。季大人有去而不为，就是他这样啊！你们有所为之，陷我落在田永清之手，他把我的一生不去，你可知道？他把我的龙皮这张也拿走了。龙皮这张，为官之人撕下了龙皮这张，是有谁的？哎，最大人。我那一天在厅堂之中听他们两人在谈话，是什么将龙品结账王金英藏在了少夫人的堂楼之中呢？堂楼啊，堂楼！哎呀，这堂楼是一般人不能去的，这王品结账被藏在堂楼，哎呀，看来是有去无回了。藏在堂楼，任何人不得去的啊！那岂不是我为官之人失了这龙品之章，也是枉费心机？当礼之中，我将表嫂一如你高将，十分怕人，亦才能娶你。哎呀，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哎呀，一想大事啊，我怎么了？你机智伶俐，是你帮我救了出来，事情只有你才能救得圆故。你的意思是叫我上堂来讨厌？对。不，
是替我姐姐答应为有道义，我不去。你想他崔大人，你不要逼我了。今日是你把我救了出来，你这是不接我前去道义，我为官之人失了敬意，也是死而难生。上一道救人救到底，我就拜托你，崔大人，你何苦这样来逼我？你想他接他归地来去也相助了乃中我今天他是不逃离，猎来了多少大罪不过人，我今天才是不逃赢，吕大人的命要乃人，要是我今天不逃赢，小侄越狱没生情，要是我今天不逃赢，忘乎了白发的弟兄情，我这是今天不逃赢，害了多少众百姓，我要是今天能恩归去逃赢，没想到这了三思，去了一哭朝廷亲王，只要自强的弟兄情，死了也想也关心一下。小侄，你这姐姐不要跪了吧？大人，你快起来，我答应你。一想，大人小侄，此番我答应你前去道应，临走之前我于是把他请假，想小侄那苦命人儿，家道不幸，寄人篱下来到此地，受尽了弟兄亲的侮辱，如今我要为你道应，算能把金银讨来是气好还好，要是此一番我能活着回来。一想你要千方百计把我家小侄带出去，一想我一定要对你回来。等到我为正经神奏明皇上，我要把你们自不两生结为结亲，我有终身相报。愿你结业，小侄。一想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一定立病而回来，小侄在路的等你。愿你们两人能够把头解牢，也想去吃把皮，也想小心。也想小弟，想一想回我道义，但愿苍天保佑，保佑他平安无事。一想，
对了。娘子，有没有将外公收出来呀？哎，不要生气了，没有收出，没有，也是一个出来的来头，我要走了。常言道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话难道不算数？儿子，对，我忘记了啊！今日此娘子你先到里面，与我准备好床铺，为丈夫马上就来。言为对，来去。哎呦，头啊！对，少兄爷，老夫人，我倒是在恰鸟来万事田家啊，在做什么啊？少夫人有所不知，今日来归要是你回去，少主爷与之相来，要大明中了小明带了，不定上阳光美酒一桌。哦，阳光美酒分到王所。哎，对呀，我要下驴去买。田家，你来看，身在堂楼，一人多么能去。今日你来得正好，与我两人一同饮去。哎呀，少夫人啊，侬们那个，侬是吃我是饱，两人一同饮就饮不来个，吃酒有什么关系？我这次难道你该违背夫人？不敢，请。爷爷，来。哎呀，我不是老夫，为什么会把你吃掉啊？爷爷，请。好老弟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我多吃两杯。你将请。
为只为周大人因心陪躺在当头，我为了讨金银，言不随跟往唐楼所走，也亏得言生成群，但我还是往唐楼一走。
度。史文清，奉旨私行参访来到扬州，事情报着哪乡来？把天下之宝与我放上去。好。来，看起手放，把等严有情，今日来到公堂，基本都立而不亏。是一个自冒了的棍，要我回你哦哟！他等小姐成此闯王，你是官家之身，我来问你，问我什么？你可是王法？哪位不行？你来看这是什么开场？哎呀，万岁！这字呀，这字，你枉为官家之事，竟跟超人民间岂肯容易？来，把他们与我一下去斩！哦。传南京小聚上堂，开堂。叶大圣，相聚群去。小妃，今日承蒙你们势不两分，救我一命，难得我今日来在此地。我已经奏明皇上，小姐你再打七星宝剑，不妨与我一同为京而去。与大圣做主，是此一同为去。来。